500人我们再来讲嘛，好不好？500人在哪里？我告诉你谁有钱呢，好不好？分享起来啦！分享，不要分享，对不起，不要分享哦，不用分享啊！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刷米不用你分享啊，麻烦不用分享了，我跟你们讲哈，500人我再来讲，哦，不用分享，哦，分享什么挖沟啊？我比蹦恰恰还要红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等一下我再来讲，不用分享。我都出歌了，我有负债吗？我有负债吗？我有没有负债嘛？不用分享，不用分享啊！分享什么鸡巴挖沟？看没有？不用分享啊！爆料什么挖沟啊？事实上我就是有钱啊！酸什么小啊？禁止分享。我有消费吗？我开始讲了吗？我开始讲吗？我500人就我要开始讲很辣的事情啊！500人啊，我就开始讲很辣的事情啊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欠揍？我在消费他吗？我讲的事实啊，事实就在摆在眼前吗？哦，麻烦不用丢什么报废公社，什么爆料公社，没有必要啊。事实上，我现在讲的就是事实嘛。我有赌博吗？我有投资吗？那我有没有负债？我有负债，我就问你有没有负债嘛。500人我再讲好不好？很辣，超级辣。哦，来啦，想测路仔，come on baby，来，拢来，不要紧啦，不得惊啦。来啊，不用分享，不用分享，分享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我都一定是演艺圈的开。酸什么小啊？现在几点几分在那边酸？哦，500人我再来讲好不好？500人我再来讲好不好？不用分享啊，这几点几分啊？哦，我跟你讲我什么咖好不好？我演艺圈的咖啦。哦，好不好？我什么咖？哦，我要讲的事情很大，大几大条啊。哦，不用分享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不用分享，也不用丢什么报废、什么挖沟的，好不好？500人我在宣布很辣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说我消费，我哪里消费？我哪里消费啦？500人我在讲啊，我哪里消费啦？我哪里消费嘛？哦，你们看不懂新闻吗？新闻在说什么吗？你们看不懂吗？哪里消费？我哪里消费？我哪里消费？我跟你们讲，我哪里消费？我都出歌了，什么不自量力，不自量力，我哪里不自量力？我有尬死啊！我讲出口就有本事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哦，刚刚放我的歌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不用分享，拜托各位大家不用分享啊！我标题是下很辣，是不是啊？也没有下得很辣啊，我吃屎歌就是红嘛，这就是事实嘛，不用分享啊！你们分享这么多人是他妈的，是想害我被揍是不是？想害我被打是不是？哈，是不是？哇，一直疯狂的分享，你们这时候就疯狂分享，是因为标题的问题吗？尤其是你们呐、这个时间呐、拜托你们不用分享到媒体记者那边呐、因为我现在讲更超级大的事情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蹦恰恰，蹦恰恰，跟你讲蹦恰恰，蹦恰恰，我比你还有钱，我吃屎哥比你还有钱，我现在跟你讲，麻烦不用刻意分享，因为分享没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现在我跟你们全台湾讲，我吃屎哥尤兆林比蹦恰恰还红，我从来没有负债，你们麻烦不用分享啊，蹦恰恰的铁粉也是一样，因为我就是比蹦恰恰还要红，还要红，
我从来没有负债，我可以发誓，我从来没有负债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艺人演艺圈的咖啦。哦，我每一天都在上班，我没有跟人家借过钱，因为我就是演艺圈的咖，我从来没有负债，你懂了吗？懂我意思吗？不用刻意分享嘛，你们这些人分享只是让我想害我被打嘛，可是我讲的是事实啊。蹦恰恰跟我吃屎哥谁比较红？我吃屎哥比较红，比较红。我有在消费吗？我有在消费吗？我哪里在消费？我在消费吗？我有没有在消费啦？我跟你们讲，我有没有在消费啦？侧入什么小啊？侧入什么小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谁乱丢爆料，还乱丢什么小的吼，让我知道，吼，让我知道，不要不要让我知道，哦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子，我比蹦恰恰还要红，我吃屎哥比蹦恰恰还红啊，我有负债吗？好几亿耶，我可以买房子，我可以买很多车子哎，我有负债吗？我有被追吗？我有被追吗？蹦恰恰，你如果要借钱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跟我吃屎哥借钱。你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借钱，可以跟我吃屎哥借钱，好不好？我说到做到，我会借给你钱。我说到做到，蹦恰恰，我说到做到。我跟你讲，蹦恰恰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借钱，我吃屎哥可以借给你钱。我吃屎哥可以借给你钱，没关系，看要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或者是说我吃屎哥有这个机会，请你来我这边站台，看一次多少钱，我付给你。哦，因为我吃屎哥就是比你有钱嘛，我请得起你嘛。讲话够不够辣？讲话够不够辣嘛？我就回答你们讲话够不够辣。哦，不用分享啊，分享什么鸡巴毛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吃屎哥敢讲大话，证明就是我红，我有实力，我很会赚钱，我有本事。蹦恰恰，我比你还红，我从来没有消费你，我从来没有消费你。好，只是说我鼓励你，我只是在鼓励你向我吃屎哥借钱，我很会赚钱，蹦恰恰。你们这时候不用分享啊，你们是分享只是想害我被揍是不是？还是看笑话？我讲话本来就是很辣，我哪里辣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吃屎哥很有钱，我现在是一个老板级，包含一些艺人啊、网红啊，我都请得起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是一个艺人，也在演艺圈的艺人，一个演艺圈的咖。吼，我讲够辣吧？拜托你们不用刻意去分享什么爆料，好，媒体也不要丢，好，拜托各位，因为我讲一句话啦，我从来蹦恰恰，我没有跟任何人借过钱，可是蹦恰恰我很鼓励你，我很鼓励你，你来跟我借钱，我会借给你钱，吼，我从来没有消费你，吼，真的啦，大家支持蹦恰恰好不好？大家要支持真的啦，真的啊，我是演艺圈的咖，真的啊，真的啦，真的咩？唉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吃屎哥啊，比蹦恰恰还要红，你们从来都不知道吗？我有消费蹦恰恰吗？我有被处理吗？我就不是被处理，我没做错事情？我只是说我今天吃屎哥，我可以借给你钱，蹦恰恰我可以借给你钱，好，我鼓励你向我借钱，对呀、
啊，讲说什么啊，我要被处理什么小？哦，我也是很有钱的，哦，我也是很有钱的。对啊，鼓励你们来向我借钱嘛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也不会去借2亿多嘛，是不是？我有去跟你们借2亿多吗？我有跟你去，我现在问你们嘛，我吃屎哥有没有跟你们借2亿多？有没有跟你们借？双什么小？双什么小啊哈？双什么小啊？一堆分享都爆掉，双什么小啦？你们是谁找的啊？我今天讲的一局都是事实，我支持彭恰恰来向我吃屎哥借钱嘛。对嘛，我也是看到媒体看到报道我才知道嘛。我有说我很红吗？我有说我很红吗？我什么咖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演艺圈的咖，我什么咖？看着我，我什么咖？不要在那边5炮3炮2炮在那边呛我啊！因为我觉得啊，我吃屎哥就是比蹦恰恰还要有钱，我吃屎哥就是比蹦恰恰还要红，这就是事实嘛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一篇啊，我不会删掉啦。吼，我希望蹦恰恰来跟我借钱呐、我希望蹦恰恰来跟我借钱，我很愿意借给他，我很愿意借给他。不要在那边分享嘛，也不用在那边追踪啊，我本来就很红。跟你们讲啊，不用在那边分享啊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蹦恰恰来跟我吃屎哥借钱。我最近发誓，我网路红人吃屎哥有照领。今天蹦恰恰来跟我借钱，我愿意借给他，我愿意借给他。我也希望蹦恰恰来我的平台直播站台，看多少钱。我发誓，因为我吃屎哥就是有钱，我也没有负债2亿多啊，这就是事实嘛，事实嘛，啊，不要再分享了啦，好不好？你们也不要在那边嘴我了啦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没有本事赚到2亿多，我就有办法赚2亿多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就有办法赚2亿多，你们有没有办法赚2亿多？我现在是大老板哎、我有办法赚2亿多，你们有没有办法赚2亿多嘛？有没有办法赚2亿多嘛？我就问你嘛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蹦恰恰来跟我借钱，我很愿意借给他，我吃屎哥很愿意借给你，OK？哦，因为其实我赚2亿多，轻而易举呀、跟你们讲，你们呐、还在妈妈10块钱呐、懂了吗？不要再邀请一堆酸民进来了嘛，好不好？我讲的一举一动都是事实嘛。我一人吃屎哥就是比蹦恰恰还要红啊！我希望蹦恰恰来跟我借钱嘛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再分享了，不要再丢一些有的社团嘛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蹦恰恰的酸民会对我有反感嘛？毕竟我也是蹦恰恰的毕竟我也是蹦恰恰的粉丝嘛。不要再丢到分享的什么报废爆料，你们还不够格啦，好不好？我吃屎哥就是比蹦恰恰还要红啊！蹦恰恰，我再跟你讲一遍，好，你如果要借钱，我吃屎哥愿意借给你钱，我吃屎哥很愿意借给你钱。什么讲？因为我们都是艺人，我们都是艺人。好，今天开这个直播，我希望我有这个能力帮助到蹦恰恰，因为蹦恰恰是我的崇拜的偶像。我希望你可以来我的直播台站台，看多少钱，我也很乐意付给你嘛。对呀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我就是因为我太红了嘛。我跟你讲，我要赚2亿很容易，我要赚2亿很容易，真的真的啦。我吃屎哥要赚2亿，真的非常容易的事情，懂了吗？对啊，我吃屎哥要赚2亿，真的很容易呀。我简单来讲啊，我吃屎哥是艺人呢，你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啊？你们这些酸民啊，我吃屎哥都出歌了，我都出歌了，我都出 CD 了，我都出唱片了，你们还不够格，你们连歌都没有，你们连 CD 都没有，我还睡高级的船呢，你们整天在那边3炮5炮2炮，你们什么咖啊？不要再分享了，不用再嘴了，事实上就摆在你的眼前了嘛，歌你们也听了，你们3炮5炮也听了，再说一遍，我吃屎哥比蹦恰恰还要有钱，事实就摆在你们的面前了嘛，还在那边3炮5炮2炮，你们是谁派的？派来的？吼，我就是有钱嘛，我就是全台湾最红的演艺圈的咖嘛，我有消费蹦恰恰吗？我吃屎哥没有在消费蹦恰恰，我是在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吃屎哥借钱。你们没有本事赚2亿，我吃屎哥今天就是有本事赚2亿嘛。而你们呢，只会在那边酸，你们连出歌都没有本钱出歌啦。我老实讲啊，你们连什么唱片 CD 都没有办法出啦。你们那边跟我嘴得了我吗？这时间还要分享吗？我都一定很红你们分享只是造成一些人来引起人家的关注，你们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我都一定很红的不好意思，我全台湾最红的人啊，我直播借天玩你们呢？你们呢？说我什么？说我什么？说我什么啦？消费是不是？我有消费蹦恰恰吗？回答我，回答我啦，回答我。我今天是在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吃屎哥借钱，我还邀请他上我的平台直播，看多少钱。我是来鼓励你们，邀请一堆酸民来，不用刻意分享啊。你们分享只是让一堆酸民进来泡我而已，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我就回答你们有没有意义嘛？我都已经这么红了，我今年几岁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我今年29岁了，我巨蟹座了，我属猴子啦。我的兴趣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我兴趣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的兴趣就是多人运动啊，这是我的兴趣啦。不要在那边嘴好不好？也不用在那边嘴炮啊，因为我已经够红了，我是天王你们是什么王？你们是樱桃小丸子吗？拜托你们不用刻意在丢什么报废爆料，麻烦有认识的人，我跟你讲，我是鼓励，我是鼓励，好，我今天是鼓励，懂了吗？我是支持蹦恰恰来跟我借钱你们什么咖啊？你们有没有赚2亿？你们就是没有赚2亿，你们就眼红嘛，懂了吗？跟你们讲啊，全台湾我最帅啊，真的啦，对啊，我都出 CD 出唱片出歌了，难道我不红吗？我很红我跟你讲啊，当然就是我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借钱嘛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我都很有钱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我有消费吗？我有消费蹦恰恰吗？
我有消费蹦恰恰吗？我有消费蹦恰恰吗？我从来没有消费蹦恰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家支持罗百吉，按赞追踪抢先看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没有在消费蹦恰恰，我是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吃屎哥借2亿。没有，我讲实在话，我是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借钱。我有消费吗？我有消费吗？还是我太红了？你们搞不清状况？不用分享到社团啦，也不用麻烦，不用丢到报废爆掉啊。吼，你们尤其是你们，拜托你们不要分享到什么爆料报废，还有尤其是你们不要分享到媒体，因为我不想上新闻了啊，我都这么红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回答啊！我已经是演艺圈的咖了。大家追踪金老师，大家追踪金英俊，大家追踪罗百吉，我是你的 NC 金老师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台湾要赚2亿，对我吃屎哥来讲很容易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没有消费蹦恰恰，麻烦你们不要再给我丢报废。我朋友刚刚私信我说你们一直丢报废，你们是想害我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看着我眼睛，我有像8+9吗？我没有很像8+9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佩佩尔，佩佩尔来了，大家也可以追踪一下佩佩尔，张佩佩佩佩尔。哦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有在双蹦恰恰吗？看着我嘛，看着我嘛，我在消费蹦恰恰吗？我好像没有在双蹦恰恰，是不是？我是在鼓励叫蹦恰恰来向我吃屎哥借钱。我力挺蹦恰恰的，你们搞不清状况是不是？是在那边双什么小啊？你们有没有赚2亿呀？你们根本没有2亿呀，在那边8+9，这边8+9什么小啦？这边8+9什么小啦？回答我啦！这8+9什么小啦？回答！屁话这么多干嘛？不要再分享了啦，你们还不够格啦！我都这么红了，你们分享只让一些双面字去泡我嘴我，让他的铁粉来电我。我有在消费蹦恰恰吗？我有没有在消费蹦恰恰？回答我。我只是鼓励他我只是鼓励他来向我借钱而已。在那边，你们在那边8+9什么小啊？啊，你们这8+9什么小？回答我啊！我都是一个演艺圈的咖回答我嘛！全台湾，全台湾，我比蹦恰恰还要红，我吃屎哥比蹦恰恰还要红。我再说一遍，还有我有2亿，我有2亿，我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借钱，我说到做到，说到做到，讲会到做会到。我还希望蹦恰恰可以来我的节目上台，上我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希望蹦恰恰可以来上我的节目，
我郑重邀请，一鞠躬，我再鞠躬，3鞠躬，我希望蹦恰恰你可以来上我吃屎哥的节目，钱不是问题，钱不是问题，钱不是问题，因为我吃屎哥是一个大老板，是一个老板，2亿，我真的有2亿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看着我，你们这些酸民，是因为我太红了吗？你们一直在分享，还是你们是搞一些这个时间啊？还是你们没有戏可以看了？哈，回答嘛！重点我就是有钱嘛，所以你们才追我嘛。我没有钱，你们敢追我吗？你们不敢追我。我跟你讲啊，2亿对我来说啊，很简单啊。你们从不知道啊，一件事情啊，是什么事情？你们有努力过吗？你们今天肯努力，2亿其实很容易赚到，但是你们呢，真的没有很努力。我就是艺人演艺圈的咖，不要再分享了啦，也不要再丢报废爆料啦，想害我是不是？你们这些真的是想害我我自己本身的level 就是很红，我只是说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借钱嘛。我有觉得说我在消费他吗？我在消费他吗？我在消费他吗？看着我，全台湾，我有在消费他吗？我鼓励蹦恰恰来向我吃屎哥借钱，我有在消费吗？我有在消费吗？我有在消费吗？我们在消费嘛，我回答你们嘛。什么又要哭又要道歉，什么下跪道歉又要哭，你们讲什么小啊？你们不会分享，你们不分享，我就不会下跪道歉啊。你们不分享，你们不要分享，也不用分享到报废爆料嘛。我会下跪吗？我会下跪吗？你们不分享，我就不会下跪道歉的啦，还要下跪？你们什么咖？我跟你们下跪？你忘记我为9阴白骨爪？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我有消费艺人吗？我们的消费艺人吗？我就是这么红嘛！需要业配站台的，请私信我吃屎哥有赵林。请私信我，没关系，都私信我没关系，全部都私信我。需要业配站台都私信我。因为我真的好多钱，我有2亿耶，我有2亿，你们知不知道2亿耶？我还不知道怎么花你们可不可以教教我？我都想要借给人家人数不要啦，不要再刷了啦，不要再上来人数啦，人数就是留剩下100个就好了啦。我一直讲，你们就这样一直搞我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是分享了啦，好不好？全台湾这样子就知道说我在消费谁谁谁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在消费，我有消费吗？看着我，我就已经这么红，我吃屎哥这么红，我要消费，你们什么咖？看着我，啊！我演艺圈的咖啊，我有在消费吗？我有白目吗？我有白目吗？我今天是鼓励蹦恰恰可以向我吃屎哥借钱，我有消费吗？我演艺圈艺人我去消费人家，传出去给他笑死啊！消费
消费，消费，你们不知道两亿从哪里来是不是？哈，哈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不要害我上新闻啊，真的啦，拜托大家不要分享啊，真的啦，我已经是4年正面形象的艺人了，我辛苦正面形象4年的艺人了，真的，我已经辛苦正面形象4年的艺人了，麻烦你们不要害我上新闻，好不好？我是艺人正面形象，我都出歌了，我都出 CD 了，我都出唱片了，懂了吗？哪里消费？哪里消费？我就是有钱嘛。你说什么消费？你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嘛。想听我的歌来听起来，听起来嘛。要听来听起来。什么叫做演艺圈的咖？我听给你们听好不好？什么叫做演艺圈的咖都出歌好不好？来，什么叫做歌？什么叫做演艺圈的歌？好不好？注意听。什么叫做歌？什么叫做演艺圈的歌？我都艺人，我这首歌都出歌了啊，都出歌了啊。我会唱歌，你们会不会？给我听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歌，这就是我的首发单曲，全台湾给我听好了，听好了，林北有钱啊！爱随意，爱疯狂，黄金黄金亮晶晶，黄金黄金亮晶晶，我就是吃屎哥生来的第一。黄金黄金亮晶晶，黄金黄金亮晶晶，天王吃屎哥要把狗屎变黄金。黄金大炮车小树皮，我是熊树皮。有一天我会把石头变钻石，割散我的财，钻石我的爱，爱像我的财，拉出来拉出来，割散我的财，钻石我的爱。爱像我的伞，起来亮起来，晒晒晒，我晒晒晒，晒晒晒到天来，放进我的爱，钻石我的爱，说到做都拿出来。这样子你们懂了吗？我跟你们讲啊，真的啦，麻烦不用分享，因为我就是演艺圈的咖，我也从来没有在消费，蹦恰恰是我的偶像，是我的偶像，大家可以追踪蹦恰恰，按赞追踪抢先看。